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今仔日是2021年的10月21号。今仔日的经文是诗篇34篇第1节到第8节，列王记下卷20章第12节到19节，希伯来书第7章第1节到第10节。今仔日要甲大家三角分享的主题是福气也是灾厄。基督徒的性命是一种祝福的性命，但是咱需要先来界定什么是福。基督徒所得讲的福，甲一般的人，也是咱咧讲传统宗教、民间宗教所讲的福，其实是无共款的。每一摆伫过年的时阵，咱总是会看到真侪人伫门口搭这个春联，然后有看到一个大大的四角形的福，然后放倒摆180度，因讲安尼叫做福到啦，福到阮的兜啦，福气临到我的兜。昨咱有提到讲基督徒，耶稣基督所教示这的门徒。互因的诫命，也是讲对因的要求，也是呼召，讲因着爱彼此洗骹，这个呼召，这款的角度甲祈求福气，一般咧讲福到阮兜的这个角度是完全无共款的。基督教的信仰是互人得到福气的。有一位姊妹甲伊的朋友做伙去散步，伊这位还未信主的朋友看到庙宇，就甲姊妹讲：“伊要入去内底抽签求福安尼啦过一大久仔，这个朋友对庙宇出来，姊妹就甲问：“你拄则求什么？”朋友就回答讲：“我著求我的福气啊姊妹倒甲问讲。你无替我求哦？朋友甲讲无咧。姊妹就讲我伫厝里祈祷的时拢有替你祈祷呢。这个基本就是基督教信仰对福气的概念，甲传统宗教无共款的所在。另外，对基督教信仰的角度来看，就是耶稣基督所教示咱的。这个祝福的角度是无共款的。像咱伫耶稣这个山顶的教示，咱讲山上宝训，耶稣基督安尼讲，这个心内空虚的人有福气，因为天国是因的；哀痛的人有福气，因为因要得到安慰。温柔的人有福气，因为因要承接土地；咬喙焦、心无义的人有福气，因为因要得到饱；怜悯人的人有福气，因为因要得到怜悯；心肝清气的人有福气，因为因要去看到上帝；互人和睦的人有福气，因为因要称做上帝的囝。为着义来受困祝的人有福气，因为天国是因的。人若因为我来困祝恁、逼迫恁、赉骂恁，用各种的歹话来诽谤恁，恁就有福气。应该爱欢喜快乐，因为恁天顶的赏赐是大的。伫恁以前的先知也是受到人安尼的困祝。这是马太福音第5章第30到12节，耶稣伫山顶的教导，咧讲到得到福气的条件。这得到福气的条件，伫这个要未信的人眼中，会认为这毋是福气啦
因为心肝底一定会想啊，哪有迄个祝福是因为哀痛？敢有迄个祝福是因为夭娥？敢有迄个即个祝福是因为心内清气清心，无有甚物款的要求？敢有可能因为受困着逼迫，就受祝福；受累骂，就受祝福？这上时不但咧讲到求福气的角度，上时也咧说明讲基督徒的生活其实嘛充满着各种无共款的境遇。咱有得到福气的生活嘛，真有可能会拄到灾难。好若亲像约伯所拄到的试探共款，基督徒真有可能也面对极大的压力，以及所面对的苦难。咱讲义人的祸福，这个义人的定义到底是啥？义人的定义会通讲是犹太人，或是讲基督徒？毋是因为家己的性命有偌好，偌年互上帝来欢喜，乃是因为上帝有恩典赏赐，因此咱就被称作义人。保罗讲因信称义，因为相信被上帝来称作义，因信称圣。因为相信被上帝来称咱做圣洁，因信得救；因为相信来得到上帝的救恩。基督徒到底会拄到灾难无？迄个答案其实是肯定的啦，以色列人会拄到灾难无？当然嘛是肯定的答案。但是为什么阁有侪人认为讲上帝无公平？因为迄是无明白救恩甲圣经的原则。按照旧约的记载来看，真侪外邦人，也是讲真侪外邦的国家受到灾难、受灭绝，好若亲像以色列人拢无代志。但是咱袂记即出埃及记10个灾难中间，以色列人也共同在面对这个灾难。咱袂记即以色列人伫旧约时常就受到外族的攻击，特别当因来离开上帝、背逆上帝的时阵，上帝兴起外邦的国家，亲像亚述以及巴比伦来灭了以色列，并且将以色列人拢来甲伊掠去。咱袂记即以色列人伫以斯帖做封号进前，差一点就受到灭族。咱也袂记即伫二次世界大战的时阵，有偌尼济以色列人遭受到大屠杀。甚至以色列王国因来亡国2000年久，违背上帝、离开上帝的人，拢爱遭受到灾难，因为咱选择靠家己，无论是以色列人。无论是基督徒，或者是讲外邦也未信主的人，好，那亲像约拿，伊是先知，伊离开上帝，伊嘛拄着尊难。有人问讲，为什么非以色列人、非基督徒拢无法度亲像以色列人共款得救？或者是咱应该用另外一个角度来讲，因挖行挖毋着。因找毋到靠山，
以色列人虽然背逆离开上帝，但是因总是知着爱归回来伫上帝的真道顶悬。因此，因通阁再次的回头来得救。但是遐个毋捌上帝的人，甚至有机会认捌上帝以及救恩，却硬因的心肠，否认拒绝救恩的人，亲像犹大，也是讲其他的人法老王也同款。当然，因必须要倚靠因认为的神明，认为的倚靠，到底这神明会通保守因无？咱会当看出埃及记中间迄个心内真硬的法老王，伊所倚靠的正神明，其实是无法度保守因来脱离这个天然的灾难。但是倚靠创造天地上帝，这以色列人却会使。基督徒千万毋通掠做讲信主了就袂拄着灾难。迄就是亲像约伯共款讲，哦，上帝保守袂互我拄着这个困境。咱会拄着灾难，但是通确信的时阵，是上帝是信实的，伫苦难中咱有倚靠。并且是咱唯一的倚靠，就是上帝。最后，咱要用诗篇34篇第1节到第8节来读，然后做来祈祷。我要时时学乐耶和华，学乐伊的话，要常常伫我的嘴。我的心要因为耶和华来看口，谦卑的人听见也要欢喜。恁甲我着学乐耶和华做大，三甲尊伊的名做悬。我捌求耶和华，伊就应我，救我脱离一切通惊的事。因仰头看伊，就得到光明。因的面永袂见笑。这个困苦的人求叫耶和华听见。救伊脱离伊一切的患难，耶和华的使者伫敬畏伊的人的四围扎营来拯救因。恁着试看，就知耶和华是好，倚靠伊的人才有福气。恳求天父保守阮，伫阮拄着困境灾难的时，犹原会通坚定来相信。持守阮的信心，倚靠主来得胜，得到稳定。阿门。